灣仔早排開咗一間新嘅素食店，就係灣仔天然齋旁邊，叫做素某，裝修就簡約風，環境舒適闊落，全店有30幾個座位。呢度以純素食品為主，不過喺菜單呢發現有少量嘢呢有奶同埋5辛，而菜單最下方呢仲有蛋公仔嘅標示，所以食純素嘅話呢，落單前最好事先了解清楚啦。午市有158、178、198蚊嘅套餐，唔使茶錢加一。青 BB 呢就揀咗158蚊套餐2份，每份包主食、小食、甜品同埋花茶各一款。第一個主食呢係肉燥椰菜花飯，中間米黃色嘅呢就係椰菜花飯啦。佢一向呢就係青 BB 嘅摯愛，呢碟呢有炒過下，味道比 raw 版好，但又唔算勁鑊氣，感覺呢幾養生噶。而圍住啲飯嘅呢就係素肉燥，但佢哋就唔係素肉嚟，而係用冬菇、杏鮑菇同埋桃膠等代替，有醬油味，而且呢都幾入味噶。另一碟主食呢就係紅菜頭麵，個麵嘅色呢比之前上網見隻色呢深咗，佢係深粉紅色，份量唔算少，麵條嘅粗度一般，質感呢就係實實地嗰一類。咁至於椰菜花湯呢，質地勁 creamy， 椰菜花味香又清甜，就咁飲呢都幾好味噶。不過用嚟做湯底嘅話呢，同平時啲食法呢就唔係幾同啦。中間呢就係炒過嘅蔬果，有脆肉瓜、紅蘿蔔同埋菇類，味道住家。個人覺得呢椰菜花飯比呢個麵好食。食完主食呢，先至食小食。今次揀咗黑糖淮山糕同埋糯米蓮藕，呢兩樣食物呢喺出邊算少見嘅噃。咁到底好唔好食呢？論甜度呢就係淮山糕多啲，但實際上呢只係少少清甜。個糕嘅碌呢有啲似米糕，但佢係淮山泥，所以好容易呢就食晒落肚啦。咁至於蓮藕呢就相對地硬啲，中間啲窿呢俾糯米填滿咗，的確幾特別啊！硬硬地嘅外殼呢，裏面有既軟又煙韌嘅口感，個人覺得呢款比淮山糕出色。咁跟住到甜品啦，是日得一款雪燕，有冰糖同埋紅棗嘅味道，雪燕稀結度適中，甜味呢都清爽，係一款唔錯嘅糖水。最後呢就係嘆咗好耐嘅花茶，揀咗熱嘅，青 BB 呢覺得花茶呢都係熱嘅好飲啲。花茶呢係一 set 咁送到，有一個熱水壺，一個有茶包嘅茶壺，一個玻璃樽同埋玻璃杯。首先呢倒啲熱水落去茶壺，焗分幾2分鐘左右，然後倒落玻璃樽度，之後呢就可以斟落杯仔度慢慢嘆啦。青 BB 呢今次揀咗頭2隻味，店員話呢係唔濃味嘅款式，包括嫩芽茶系啦，同埋暖開茶系。嫩芽呢係深色啲，味道都香啲，有柚子同埋橙味。咁至於暖開呢就係淺色啲，味道都清啲，有少少嘅菊花味。個人比較中意第一款。今次到訪原本嘅期望唔高噶，估唔到食到食材原味之餘呢，調味呢都唔會過分，可以話調味帶出食物嘅原味道，亦都冇乜煎炸物，感覺呢比較健康。加上食完係飽肚嘅，又有花茶嘆，直情係有分加添。大家有興趣嘅話呢，不妨去試下。